Hello，大家好，我係梁記，講古講馬講心水，又同大家見面啦。喺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啦。嗱，啱啱星期三嘅賽事，因為颱風華加沙關係取消咗啦。之前禮拜日尾嘅兩場亦都取消埋，所以令到大家咧好似咧好耐冇馬跑咁樣，係嘛？有冇咁嘅感覺啊？等到幾多場，但係唔怕，嗱，聽日有11場。沙田跑11場，又有大把機會俾大家去度下馬過下日神，正所謂。好啦，我都好耐冇出片因應今次咧睇到幾筆心水冷馬希望介紹到俾大家一齊研究下啦，唔好話乜嘢係嘛？近期馬圈嘅消息亦都唔少金鑽貴人禮拜日代表香港去日本跑短途賽啦。啱唔啱啊？較早前方嘉柏申請莫雷拉做主帥，可惜俾馬會拒絕咗，拒於門外叫佢下次早啲申請啦，係嘛？臨急臨忙，咁又係嘅，人哋大機構都係有規有矩噶嘛，係嘛？好啦，呢啲花邊新聞唔多講啦，入正題啦，介紹幾筆心水冷馬俾大家參考下，希望幫到大家。第一場介紹俾大家嘅9號歐洲傳奇，1場9號歐洲傳奇。呢匹馬嚟香港眨下眼都3季啦，頭馬未交得出，最叻嘅跑第2，正正就係呢一次嘅泥地喎。當時佢輸俾咩馬？自強不息唔簡單啦，啱唔啱啊？自強不息去到韓國都能夠揚威，為香港。咁你不能夠同日而言嘅，啱唔啱啊？當時嘅自強不息同今時今日梗係唔同啦。但係馬嘅嘢呢匹歐洲傳奇落到嚟5班回旋有地嘅咯喎。開來日跑場1400試一試輕輸步頭，你睇佢根本就冇乜點跑過。今次轉係泥地啦，有理由相信佢目標所在喎。無論點都好啦，最難得嘅而家有15倍，值得一搏㗎5班全合能夠密出，已經係健康正常㗎啦。好啦，第二匹介紹俾大家嘅2場7號嘅快樂高球，呢匹馬唔需要多介紹，上季1而再，再而三，直落跑咗5次第2，但係都同頭馬緣慳一面。無論點都好啦，今次落到嚟1000米啦。亦都熱咗一場身，今次重戴翻眼罩。呢匹馬鬥志方面唔需要懷疑啦，係嘛？上季拼搏亦都係跑第2，難得嘅而家又有17倍喎。呢場馬有大樹遮陰，既然係咁，呢啲可以冷披當 win 到喎。好啦，跟住落嚟介紹俾大家嘅6場9號嘅肥仔精神呢匹馬喺容天鵬上季都能夠交出頭馬，今季嚟咗無位傑道可以省領招牌㗎啦。呢啲質素新嘅馬，贏嗰啲路程嘅唔多呢匹馬正正係質素比較新，亦都贏嗰啲路程左計右計點樣稱？而家有10幾倍，亦都係可以一搏嘅。跟住落嚟介紹一匹大冷馬俾大家，7場9嘅巴閉哥。呢匹馬大家都知喺呂建威度咧跑1000射佢最首本路程㗎啦。上季季尾之後咧，佢就跑快活谷1200米喎。但係你唔好睇佢喎，都能夠跑第3，爆個冷腳3344都能夠再上到位喎。證明咩啊？證明減分已經去到過晒龍㗎啦。今季拉咗去徐石度，悉心教好隻馬，今次跑嚟沙田1200米真係火燒都唔易喎。點解咁講我而家差賠率就咗成58倍我唔知臨場幾多打個8折啦，都有40倍。呢啲馬咪值得一搏咯，有鬥志，分亦都減到過晒龍，係嘛？7歲馬亦都未話退化，所以我覺得呢匹馬值得一搏，冷披可以當 win 到㗎。呢匹巴閉哥騎師金城江亦都係有鬥志係嘛？呢啲騎師一定跑俾你睇嘅。好，跟住介紹下一匹8場7號嘅陽江勇士呢匹馬上季都係半明星馬嚟嘅，喺路程亦都
經常入位，上下嚟到呢個級制賽啦。今次呢匹馬勝在路程準，係嘛？亦都好多側身嘅馬喺度搖喊立威啊！正所謂一隻捉完已經孭咗彩池啦，係嘛？你唔係要求呢匹馬楊安勇士贏啊，但係呢匹馬能夠入到3甲都分到你笑。點解？而家呢匹馬多成30倍，臨場我相信更加唔止添啊！呢馬值得一搏㗎。佢正係咩啊？演出穩健啊嘛。其他嘅質素新嘅馬未能夠季初表現到佢應有嘅水準之餘咧，佢就有機會闖入嚟㗎啦。啱唔啱啊？正所謂人哋都話啦，季初季尾都係利老馬㗎嘛。雖然呢匹馬不轉老，但係咧佢比較演出穩定嘅馬。好，最後一匹介紹俾大家嘅11場2號真有嗱，呢匹都係啦，比較成熟啲嘅，但係上季減分減到由97分減到落嚟，而家70分，回旋有地㗎啦。季尾2場都鑑山吞㗎啦，步文40倍跑過第2，記唔記得？跟住再逆配潘明輝都繼續入位跑第3。好啦，今季一出步文騎上去有飛喎，臨場好似6、7倍啊！咁你點都好，佢上一場純粹遊馬可㗎啫。你睇下賽績咧，喺外邊喺最尾嗰度遊馬可。呢場我相信有機會佢嘅目標所在啦。步文繼續騎上去，而家匹馬有30倍，呢啲馬尾場值得一搏，亦都係比較有賠率嘅馬。好啦，嗱，我就介紹以上呢幾匹俾大家參考下，啱就跟多少，唔啱嘅唔緊要㗎。睇下我思我想，我見我聞，或者啟發到你嘅思維，揀到其他嘅心水冷馬咧，啱唔啱啊？最後希望大家高抬貴手，撳下讚，訂閱我，分享我，俾啲動力我，多啲同大家見面，好嘛？好啦，喺呢度祝大家明天旗開得勝，馬運亨通，下次同大家見面，拜拜。